知識經濟，佢意思就係咧，對家係體力型經濟，我們勤勞，我們勇敢啊！呢啲咧係喺最前期嘅時候咧，靠勞動力咧推出咗最基礎第一陣積累沉澱嘅經濟實力出嚟。而往後咧，因為人力係有上限，勞動到最多10小時甚至12小時就唔可以再勞動上去噶啦，否則咧到期時咧，依誕生出嚟個虧損係更加嚴重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知識就無窮無盡嘅，咁所以咧就要開始發展咧叫知識型經濟。咁亦都係產業鏈咧較上游嘅地方，往往就係靠自己專業知識啦，又或者咧係一啲知識嘅附加值，譬如設計啊、建築啊呢啲咧，就係靠知識咧去到積累出嚟嘅。咁呢個就係知識型嘅經濟。喺研究知識型經濟嘅時候咧，首先我哋一定有個產業鏈嘅觀念。喺最下游嘅咧，一定係啲體力勞動嘅嘢啦，或者銷售啊、發客服啊呢一類。咁去到中游嘅時候，製造裏面嘅零部件。因為咧，我點解成日有件以前嘅説話就叫做關鍵核心技術或者關鍵零部件，譬如晶片，唔係掌握喺中國手上。當中興一倒下，就知道原來零部件嘅生產係咁重要。咁上游咧，比如原材料啦、能源啦、初級產品嘅生產環節咧，其實就係指規劃設計產品、技術專利，甚至完全由零開始喺度研發一個新嘅材料、新嘅零部件出嚟。當年咧，日本譬如 Kushiro 呢啲嘅東芝啊呢啲咧、30啊呢啲咧，就係好強喺上游製造零部件嘅企業嚟嘅。咁中國發展起嚟啦，初步知識經濟已經係成形，建立咗一個系統出嚟啦，自己嘅產業鏈。然之後咧，發現同人好多唔同嘅地方。第一，門類非常之龐大，聯合國有嘅門類，中國全部齊晒，而且咧規模非常之大，肯定係全球最大㗎啦。而且咧，佢同其他嘅區域之間咧發展水平係落差極大，由以往極落後變成咗咧極度反超前。呢個就係點解印度話會超越中國係冇可能嘅事，就係因為佢唔存在發展嘅議題，佢連最起碼嘅勞動力積累建立出嚟嘅經濟基本面都唔具備，即係話就連外國用佢哋嘅廉價勞動去代工嘅基礎，亦都冇，係靠內卷式去發展。即係話你又慳啲，我又慳啲，或者邊個再慳啲，邊個又再節省多啲，又再條件差一啲，用咁樣嘅方法咧，內捲式去發展咧，永遠唔會發展得長久嘅。咁同埋咧，對外依傳導嘅時候咧，大家係可以公平貿易不特止，而且咧係越嚟越減少，因為咧係越嚟越能夠自己逆向或者逆天或者仿製去做得到出嚟，甚至而家咧係慢慢走上唔需要仿製啦，自己亦都有自主嘅產品出現。咁中國產業鏈嘅優勢就係、第一係自尊可控，因為咧基本上自產自己設計自己銷售，而且咧係越嚟越高端化。譬如喺雲端技術，因為點解雲端咁重要呢？所有數據擺上雲端，然後先可以用 AI 去進行運算，同時物件呢係可以智能化，因為佢有大數據不斷去到運行，有乜嘢新嘅創新呢，就喺度產生出嚟啦。然後綠色化，譬如低碳就係啲綠色化，因為唔可能再攞健康去換錢，咁而真係要攞健康去到賺錢。另外就係智慧化啦，因為嗰個產品唔係積累勞動力，而係積累大量嘅智慧上去，就或者知識上去。譬如一套嘅電影就係大量嘅智慧化嘅表現。同時區域協作，因為中國已經去到東南亞、非洲，甚至喺南美有自己長期等於間接承包嘅牧場，去到種植黃豆啊等等不同嘅農產品。咁所以咧，區域協同能力咧已經係非常之強。必要嘅時候咧，其實根本就完全唔需要依賴外國嘅船隻，都可以自己自由航行，甚至乎咧有自己軍隊咧進行護航嘅。咁所以咧喺成個供應鏈裏面咧，中國由種植、運輸、清關、檢疫等等各樣嘅嘢咧，同似乎喺物流過程裏邊嘅 GPS 嘅追蹤啊呢啲咧，全部都可以自己做到晒。咁即係話成條產業鏈咧係已經可以自給自足，而唔需要再仰賴外國投資或者外國技術。因為過去舉個例子，20年前確實要靠 GPS 導航，今日已經唔需要控制自己嘅北斗導航就可以。咁然之後咧，喺中國嘅知識經濟裏邊，我哋特別舉咗幾個企業嘅例子咧，去到表現更加清楚。
點解中國嘅知識經濟係咁強大，同埋強大到個地步，並唔係一般嘅國家佢靠資本投入就可以做得到，因為裡面係大量基建、教育之後嘅回報，去咗企業不斷同企業嘅創新。譬如舉個例子，華為嘅手機可以咁強大，因為淨係研發嘅都幾千人，而亦都只有咧任正非可以管得掂咧萬幾個大學畢業嘅理科學生喺華為不斷進行知識嘅附加值。起碼現階段咧，好難揾到一個咧可以好似任正非咁樣各種唔同嘅專才，唔止係理科，一大堆嘅知識分子，可能媲美一間出名嘅大學喺裏面不斷從事商業嘅研發活動。咁呢度咧就可以想像到啦，就非常之大量嘅知識附加值咧，全部咧應用咗喺商業上面，而唔係喺學術上面。學術當然係好重要，而華為嚟講咧，知識嘅經濟就體現咗好似一間大學咁嘅樣。一大堆理科、工科、商科、文科嘅人咧喺度進行緊知識附加值。另一個例子就係中國嘅手機，因為經歷咗一次重大嘅 Google 禁用事件，即係如果冇 Google 嘅授權，就唔可以再生產 Google 嘅手機，唔再支援。咁喺啲情況底下咧，中國自己發展咗自己嘅生態圈，自己開發唔同嘅 APP 出嚟。咁喺過程裏邊咧，譬如小米、OPPO、VIVO 呢啲咧，有啲佢仲係有同人做代工嘅時候，佢就可以繼續咧用Google 嘅產品，而其他嘅咧就用翻自己自家製造國產嘅 APP。咁喺性能方面咧，其實更加貼近用戶嘅手續，尤其是咧用戶嘅用戶習慣同佢哋手感。咁呢啲咧亦都係一個大量嘅知識附加值。呢一次嘅附加值唔止係呢啲企業，而且咧佢係群眾內包，即係群眾一齊去開發呢啲嘅 APP，就好似當年嘅蘋果或者當年嘅安卓咁樣樣。群眾內包，社會上所有識得寫APP 軟件嘅人都可以遞交佢哋嘅 APP 申請，然後呢啲企業咧錄取放咗喺裡面，咁就可以見到佢直情係內包咗唔止幾萬，係上10萬嘅工程師咧一齊幫佢做 APP 嘅研發。咁呢啲咧亦都係知識嘅附加值。另一間企業就係中石化，其實咧中石化係一間非常之低調，好多人都以為咧佢淨係賣石油或者海外咧幫人去開採石油，即係咧人哋有揾呢個油田，自己唔去鑽探，就揾中石化去替佢鑽探。然後咧抽到嘅油出嚟咧，咁就同佢提成分成，就以採取而唔係採用咧直接投資資本落去嘅方式。咁中石化呢一方面咧，因為秉承咗中國做事作風以和為貴咧，往往大家都好順利收自己嘅油運走，然後咧客戶嘅油就留翻俾客戶自己儲存起嘅咧上嚟。咁中石化咧其實仲有一忽係做原材料，例如塑膠呢啲，因為塑膠咧其實咧我哋有傳統出名嘅 PC 啊、ABS 啊、PP 料啊、HIPS 啊、HIPS 啊呢啲之外咧，其實仲有工程塑膠，好似 POM 啊、尼龍材料。今日會打貿易戰嘅共聚嘅聚甲醛就係屬於 POM， 咁係高端嘅材料嚟嘅。咁仲有好多嘅更加高端、更加耐高溫嘅材料，譬如 Hytrel 啦、Cytel 啦，或者 PEEK， 甚至係攞嚟做啲二支嘅塑膠嚟嘅。咁一早替代金屬咧，5HSE 啊呢啲好多都已經係有呢啲嘅塑膠存在喺度。咁喺大量嘅研發之後咧，同埋唔止係產品研發，因為產品逆天研發係可以點樣大量生產咧，嗰度存在咧比之喺實驗室嘅 R&D 咧更加高嘅難度。咁喺呢情況底下咧，其實中石化全部都做到。咁中國有好多改性料廠咧，其實佢哋已經有一定嘅功力。咁佢哋就好似日本嘅浪人武士一樣，咁自己去到揾食。咁呢一班咧就係嘅正規軍，咁佢哋咧研發大量嘅塑膠，基本上係中國只要有長期需求，尤其是而家嘅新能源汽車，因為更加輕嘅關係，咁所以咧可以用塑膠替代嘅零部件咧，盡量都用塑膠替代。喺呢一度咧就大量中石化同埋佢周邊下游其他代理商等等嘅人咧，都不斷去到改性料嘅塑膠。咁所以咧喺呢一分咧，其實係好大量嘅化工嘅知識經濟咧發生緊嘅。另一個就華大基因，我清楚啦，基因咧就一定喺個生物科技裏邊咧非常之高嘅附加值，而且並唔係話有錢就可以做到嘅行業嚟嘅。咁華大基因咧就係當中一個好重要嘅代表，因為佢抽取咗好多基因之後咧，據講啦，佢係買咗108部啲機器翻嚟，將全中國基因咧讀晒出嚟。然之後咧，各種疾病咧開始研發咧，點去到有基因嘅藥品啦，即係過往所講嘅標靶藥，其中一種嘅治療方案咧，就係針對某一個基因咧，令到佢
舉一個例子係個例子，好似瞓着咗覺唔再活躍一樣。因為 cancer 嘅出現咧係幾組基因出現同時出問題嘅，咁只要有一個或者兩個咧，比較好似冬眠唔復發嘅時候咧，咁個癌症咧就唔會復發出嚟。咁呢種咧後面其實係好大量嘅基因咧知識咧去到進行附加證，並唔係單純抽支血驗個基因譜圖出嚟咁簡單，而係後面點樣閲讀嗰個數據做 interpretation 嗰個基因嘅報告。咁呢度咧同樣唔只係一個醫學嘅知識，醫學變成咗只係門檻嘅知識。醫生喺自己嘅專科或者普通科嘅時候咧，佢另外開多一個基因科出嚟，咁就要去 interpret 閲讀呢啲基因報告。今日其實好多譬如 T21呢一啲孕婦嘅篩查，睇下譬如有冇唐氏綜合症啊呢啲咧，其實已經係99.99%嘅精準度，甚至乎咧比以往叫做入侵式之後咧要入侵落去胎盤冇睇到抽羊胎咗出嚟，因為呢一樣嘢喺醫學上面已經證實咗係會導致滑胎。咁即使個比例係好少好少，甚至乎近代嘅科技已經好穩定，咁因為仲係有出現呢啲案例，咁所以咧都係唔合適孕婦嘅 risk 嚟嘅。喺呢情況底下咧，譬如 T21，佢就係一種針對第21條嘅基因進行篩查。咁 T21呢種病就係佢其實唔可以叫病，佢係一種基因本來一對嘅時候，突然之間多咗第三隻嘅基因出現，如果導致 T21咧第三個基因出現嘅時候咧，令到出現唐氏綜合症嘅。另外，中國建築集團咁伴隨住咧去到海外嘅時候咧，好多嘅非洲國家佢哋其實好現代化，佢哋嘅城市咧係可以媲美香港、澳門啊啲地方，佢哋已經係咁短時間咁快速度，或者叫做逆天工程，或者叫做魔鬼級別嘅工程。就係因為咧，中國建築佢哋大量嘅量產，要填海去到取地，亦都係快得好緊要。咁就叫基建狂魔，咁就專佔咧好多國家，佢哋進行現代化嘅時候需要城市，需要大量嘅建設、基礎建設、道路啊、公路啊呢啲地方。咁所以咧，中國建築就承接呢一啲嘅訂單，令到中基建咧走出去。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中國主要咧係教人釣魚，而唔係俾魚人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搞好人哋國家基建咧，就係一種教人釣魚，甚至乎係帶埋咧當地嘅工程師咧點樣去到做好佢哋基建同埋日後嘅 maintenance 啊呢啲各樣嘅。尤其是係喺嗰個再生能源嗰度，就需要大量嘅培訓。咁呢啲情況咧，中國建築集團咧都係附帶埋帶出去海外嘅。咁另外仲有 BYD 啦，紅旗汽車。咁我哋知道喺而家嘅新能源汽車裏邊咧，中國基本上一枝獨秀噶啦，全球佔超過一半嘅份額都係嚟自中國。咁當中咧，好似 BYD 最初嘅時候咧，係由手機電池裏邊嘅電芯做起嘅，冇人諗到20幾30年之後咧，變成咁龐大跨國集團出嚟。紅旗亦都係一樣，由過去好多人誤解佢係咪淨係做啲幹部汽車啊咁原來唔係㗎，佢係可以與人同樂，就做一啲高端嘅新能源汽車，即係用電池加4個有摩打嘅轆。咁就做咗架汽車出嚟㗎啦，咁顛覆咗咧過去好多生產汽車技術，亦都繞過咗，根本就唔再需要舊有嘅技術，完全自主生產研發出嚟。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價格、性能裏面嘅設計、採用嘅零部件，基本上已經實現完全國產化。個別嘅技術仲需要咧向德國呢啲進口，而總體嚟講咧，已經係一個實現全國產化嘅產品。咁所以呢度咧，可以想象得到，後面就大量嘅研發出現。譬如 BYD 嚟講，淨係做汽車一個產品嘅工程師就已經係上千人去不斷研發改良呢啲嘅汽車。因為喺中國揸車嘅時候，有可能今朝係一個落雪地方，一到咗12小時之後開車入去嘅，就已經可能會係一個好熱嘅地方，南北濕度嘅差距、氣温差、氣候嘅差，全部都係要令到架汽車更加經得起性能嘅考驗。咁所以呢，其實中國汽車一啲都唔係好似外國新聞媒體上面講嘅咁差，反而呢，中國又係唔願意回應。知道嘅人佢就知道後面有幾大嘅知識附加值，唔係金錢可以買得到㗎啦已經。最後就係一帶一路嘅格局，因為呢喺一帶一路裏邊呢，等於開咗第3個中國市場，咁第2個呢就係非洲。所以點解呢？非洲人喺中國呢
咁差都唔將佢哋趕走，因為基本上每一個村或者兩三條村就有一個代表咧喺中國嘅義烏啊、廣州呢啲地方咧進行採購，就係因為呢20幾萬嘅非洲人住咗喺中國，保證咗非洲成為第二個中國市場，第三個中國市場咧就係一帶一路。以上所講全部知識經濟點解冇人可以去進去呢？就因為極大嘅知識附加值已經唔係用資本可以去投資到出嚟，更加唔係外資企業去到嗰度開間廠嘅採做到出嚟。咁就係因為咧，佢已經係好龐大嘅知識附加值喺度，所以令到呢啲嘅國家咧，基建完咗之後，當佢需要汽車，咁就直接進口 BYD 嘅汽車。當佢大型企業或者政府部門咧需要體面啲嘅時候咧，佢就直接進口紅旗汽車。手機就直接買小米嘅、vivo 嘅、OPPO 嘅手機。就係咁樣樣，令到中國知識經濟咧走出去，因為性價比係依然保持極高。甚至日後使用嘅時候，例如以手機為例，大多數 APP 都係免費，亦即係用戶使用嘅時候亦都係免費。咁呢啲咧就係中國知識經濟嘅特色，已經唔係一個大量資本投資可以投到出嚟嘅經濟活動。